太陽能風樹係一個智能可再生能源管理系統，結合咗風能同太陽能發電。系統主要由可以吸收太陽光嘅太陽能板，同埋用嚟做風力發電嘅楓葉組成。系統喺設計上加入咗兩個獨特之處，第一個係自動追光系統，可以偵測太陽嘅方向，自動調整太陽能板嘅升降同面向，提升生產效率。第二個特點係風速監測系統，喺風能發電嘅同時，實時監測風速，令到裝置喺強風嘅時候可以自動收起太陽能板，避免被吹落。我哋嘅目標係安全又高效率生產可再生能源。當有颱風襲港，香港曾出現太陽能板吹脫事件，我同 Matthew 想設計無懼風雨、安全可靠嘅可再生能源裝置。我喺修讀電腦及電子工程嘅時候，負責程式設計部分，應用課堂學到嘅知識，編寫自動化運作程式同埋界面操控，並將系統連結至公共數據，例如風速同埋日出時間等，裝置就能夠按實時數據自動調節至最佳嘅產能模式。我係修讀電機工程，比較擅長硬件設計，諗到可以利用太陽能板同埋風力感應器，配合具備油壓調節功能嘅機械臂製成裝置，等自動化系統可以喺唔同天氣下運作。透過跨範疇嘅合作，我哋將大家嘅工程知識學以致用之外，更加學到可以將研發項目落地就要考慮成本，發現低成本嘅零件，只要配合得好，亦都可以發揮理想嘅效用。我哋研發咗第一代嘅太陽能楓樹之後，已經交棒咗俾 Ivy 嘅師弟妹，接力研發第二代，希望將來可以應用出嚟。太陽能楓樹嘅呢一個設計，適合為一啲社區中心或者公園提供額外嘅供電選擇。而參與第二代研發嘅同學喺度完善緊太陽能板嘅開合功能，亦都提升緊楓葉嘅設計，提高產能同埋效率。我哋亦都喺度同業界傾緊，希望今年能夠喺海濱嘅位置設置太陽能楓樹嘅原型機，收集應用嘅數據作為進一步嘅開發。原型機亦都會喺唔同嘅場合展出，向公眾推廣可再生能源嘅應用。